咁去到第41題，佢要 attend lessons in each of the buildings，即係我 A、B、C 係咪都至少一個啦？係咪？咁如果我 A 至少一個，咁即係我其實我直接同你講啦，你一係你兩個 subject 係一，其中剩翻個係二，輸得呢啲 case 啫嘛，係咪冇乜好講？呢三個 case 係咪？咁你咪爆晒三個 case 咯，分 case 咯，係咪啊？咁你 A、B、C 第一個 case 啊，呢個 case 係點啊？C31乘翻 C31乘翻 C41，sorry C4 4C2，唔係，黐緊線，係4C2，跟住再加咩啊？3C1乘3C2乘4C1，係咪？再加3C2乘，咁即係呢個乘2啦，要係咪啦？咁再除翻幾多啊？10個裡面揀4個啊嘛，而家係咪？咁就3乘3乘4C2，再加3乘3乘4，sorry 漏咗乘2添。除翻10C4就0.63over5嚟嘅。